要来强请着上本下念法师为咱复议技术来做法，来进行上经仪式。不可声声念，莲花朵朵开。相信在咱众人的愿力之下，今仔日这场庄严活动一定圆满。咱全体爱将向上行三问心的一问心，再问心，三问心。我们待会拿经书的时候，从后面拉起来就可以了哈。弟兄，留在这边。Oh
经书7诶，药师经。啊，经书可能不够，他轮流看哈。我再会我啦，两三轮流看。开始经书可能不够，轮流看一下。那个经书拿这个哈，拉开就有，拉开就可以了。拉开就可以了嘛，药师经哦。非常爽利，非常爽利。那底下的红线拉起来就是药师经了。药师经哦，开始。上午好。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老菩萨的那个头七哦，我们送药师经一下给他哈，往生西方净土。不想再他天不去，做法来为西洋人，水中结下月在万里。诸佛现觉色，法佛相应阿弥菩萨摩诃萨，南无相应阿弥菩萨摩诃萨。南无相应阿弥菩萨摩诃萨。来宾还有亲戚朋友哦，那个师兄师姐哦，请坐下。坐下。高兴的坐，他轮流看出来。今生也安修理想，也真言安修理摩诃修理萨婆即也真言阿我日阿帕阿菩提真言南无三班多摩诃南无卢菩提为萨婆不空呀真言阿耶摩三摩瓦日那蒙其所善解尊归因是旁佛我今法蒙愿持雅世经三宝四种恩下居三途苦多有见闻真悉发菩提心君子礼法身空身有力清净大慈无因尽闻真谛觉虚实之佛为满受摩地主张头苦海风万里去风尽是要插大将风尽空地落大将风尽法则落大将风尽理气落大将风尽安地落大将风尽恶地落大将风尽佛意落大将风尽三大落大将风尽佛意落大风尽摩诃落大将风尽真大落大将风尽地主落大将风尽地界落大将
南无药师为三佛菩萨，南无药师为三佛菩萨，南无药师为三佛菩萨，菩萨甚深微妙，万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愿解如来真实义，药师有力光如来本愿功德具，不是我闻一是佛前，有法诸佛之光严真土业应属下一大比丘中八千分。菩萨摩诃萨三万有千几多万大真般若门具是念东华无人为人等无量大众即围绕而为所20万数十里化王子成佛为神从作而起，愿来一切有须走理想或切万具空而张百愿是为愿愿所如是相愿诸佛领导即本大愿殊胜功德力诸闻真业障消除唯一的香花转世诸有情故20世尊赞万数十里童子善哉万数十里不一大悲全尽我所诸佛名号本愿功为大业障所参有具彼安乐香花转世诸有情故如今必定即30为法为如说万数十里为让愿所我闻佛道万数十里风王其之佛世境觉察等我有世界毕竟有力我药师有力观如来真能解明能圆满30世间皆无上要一丈佛天人是佛千万数十彼所世尊药师有力光如来本悉菩萨道师法师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解的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二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自身光明自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第32大藏无相法师随行庄严集令一切有情度我无地第二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身不流离内外应者尽无暇为光明广大功德为深善愿望庄严佛印日夜有病众生虚妄开销随应所具作诸事愿第三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第无量无边智慧王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有故我令众生有受法受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悉切道则悉平安菩提道中若行善问不皆生则皆以大身而安立之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有无量无数无数有情我中修行万分必切得不切具三具皆色有慧满问我名以满的清净不可取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
其剩下的诸根不计走漏万地万龙阴阳乱地北漏海大地观众中地不问我一切皆得断真下为诸根万机无诸机故地气大愿愿我来世得不地若诸有情众命一切无救无归无依无要无尽无家力众多我自利他一尽其而从并其诸生心爱家属自己心皆望诸乃至真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多有地人为你百合之所比即生眼力眼色一生闻我彼一切皆得专利真安其上无相来世真得无上菩提就那愿我来世得菩提是定诸有情诸我见解脱一切外道残不多多种种而见愁临界当因自因真真真定修习诸菩萨门殊真无上真等菩提是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多诸有情往来所求无如愿悉地老于我当行如记无量开难地如非作见身心所苦若问我名以我不得为生亦不解得解一切有苦地是因他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即可所能为诸事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利受持我当学以三藐因持宝诸其身我以化为毕竟安乐而见离之第十二大愿我来世得菩提是若诸有情彼不以我闻万汉昨夜地当若闻我名专业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三藐一不一得一切好庄严花瓣苦香苦叶从即随其所幻皆令万殊是力是为力是尊要是琉璃光如应真等觉行菩萨道是说法是而为了上不是凡殊是力是尊要是琉璃光如行菩萨道是说法大愿即彼佛度功德庄严我若一切若一切力所不能尽安利我一向清净无有离人亦无二其体不应生琉璃为今生皆道成觉功德宣传我望皆具法一如心安极乐世界功德庄严但无差别一切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观天照而名也观天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从至上受持无我诸行门是尊要是琉璃光不堪真大宝藏是不传殊是诸有行行善安之善与能肯定当愿生彼我是而是尊无报凡殊是力方之言凡殊是力有诸众生不是
善恶为外含义，不知不识即是过往，一事无知觉一心恨，我即财宝倾家守不见其责任，其其不其舍不我一而心事事不得生有生前同时不有无量劫难有其其之财必具之身上不受用而观而亦不其之不非作是即来其本必诸有情从此彼生而为结或万生去有习门见真得赞闻要是琉璃观如来名不尽在而去贪得一点必如来名即一人同地出没万生人中而数一点为何其不能不好行为是赞叹是这一切所有习物贪取见此善人一口不受皆若生魂是爱求得观一财物无此万数是若诸有情随意如来所自从而或是若有水不或是若而或为者有意识若为者水得不坏然会真见有水不会真见而其以我所取精神无人皆要有水不问爱正常安有正常安不必行不知是为他宣判真化为模范如是一人之心显见不亦不量其自有情佛大学而自作有因缘第一旁生回去流转无穷若得闻此要是琉璃观如来名愿生而寻求诸善法不得而去舍有不能舍诸而修行善法多而去则一必如来改变为一因其先前赞闻好从地狱中万生人群得真见经三要一能变人舍家取一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无有悔犯真见多闻皆生生一力真善法不犯真法不为我犯见此修习诸菩萨恒殊的缘不持满数十里若如有情见贪嫉妒自甘为他当过善而其中不良情随手诸己所及故意从彼命中来生人间所有马口力分别为他即可离有常湖中水入而我而为人生其下见作人如彼所他其余恨不自在作息人中曾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有此善后一念自心归一或神一中不邪后诸人从一智慧多闻恒修神化常一善有永乐后我不并觉烦恼和解脱一切生道因有错苦恼不自反数十里若诸有情好习怪异本相后双恼乱自他一生一造作正常中道而业暂断常为不要一时不相我爱高高山云书众本身常住众生其次泄露即是要查获等数言人作其形象一而作数而作诸字言语不
道周其时，灵官必灵其外其身是诸有情，若得闻是要是有力观如来灵，彼诸恶事心不能害，一切暂断皆具自己，第一安而无损恼，以及现人心而可怀，也以自所受生利息。不相其名，不为道义，不自安舒适。若有时众必诸必诸，你不破手家，不破世家，即以精进。贪婪之善，你能等有人受持八分，在天我今一念我无善业，所知学诸一次善根，愿生希望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为彼而都闻世尊要是有力观如来名号灵灵众持有八大菩萨去力也闻数十力菩萨万世眼菩萨大势至菩萨无尽地菩萨宝梵华菩萨药王菩萨药叉菩萨弥勒菩萨十八大菩萨真空而来是其道路即以彼界种种法身种道化种自然化身。若有因之随意天长随身天长而很长，以为穷尽不无本身注意而去天长受尽万生人。我为轮观红色是周围的自在安利物，百千有情于世上，高我身差地地波罗问题是大家都绕在。贪苦因心相关，正觉数记住从因慈悲，用千为风如大理是若是你能得闻世尊要是有力观如来名号，自心所知因若不复本受名色不知满数是理由。要是有力观如来的菩提是有本愿力观诸有情一种一处所乱感相关的人力，我被天非不度所中，我不断力。我是本是一念是根品不小诸所求愿满如是世尊如山火地平业除灭一切众生苦恼，极多地一多其中诸大光明万红天所阿婆罗利月南无我切瓦地毗沙舍提卢毗有利我那婆诃那舍堪他切高耶阿那阿地三藐三菩提耶南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毗沙尔时光中受持咒语阿地真通光阿光，一切众生并不解除所爱云而满数是。我见男子女人有病故，则应当以心为必定，能常清净早熟或是或要我不从水中一万法遍尽一无是所有病。其皆消灭，若有所求，此去天上皆得如是不病眼眼病中之后生彼世皆得不非转来之路，亦是不满数十病。若有难之病人，以必要是有力观如来之心。同样的当知是则无力为万不知满数十力，若有尽心难自力，能得闻要是有力光如来名，人皆所有名号闻经上至常教是无高数清净力动状。相图相多种即缘同样形象，以此经典若知数都教人知
对先手之名为其一法是以修供养，一切所有之生之体系即是以无力法萨不是变共诸佛无所求圆满乃至菩提，而是万殊是以奉之爱我。是对我常是以想化转是以种种妄因诸尽性善男之善利等等而问世尊要是有一光如来力，乃至随风一我理解无其20尊我一直应受之苦，我不为他言众还是多之数多教人数恭敬尊。以种种花相、图像、貌相、造像、花瓣、因果往来其业而为光。以无色彩作让尘世少差尽诸无色道，而用暗中而时大天王以其天数其一无量百千年中皆以其所供养所不是尊若是金毛有须子。有人受之以彼是尊，要是有力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问礼貌，当初是诸无人是以无为诸恶为正，而其尽其舍一斗。观得度故生心安得广道万殊是以如是所受万殊是。若有尽性善男之善利等等以供养彼是尊，要是留力观如来，应现造力彼我形象不清净，佛而安住之三种同三种同相力种种传观庄严其处其日其月受持他问在。是清净是照一相皆作性净一生不过作性不度害己，因一切有情其力安乐之悲是舍平等之。无言而暂有法我相不一言必如来本愿功德不受之，是为其一言受还是作要求一切皆随求长寿等长寿求无老而无求观为得观为求难弥得难弥，我无有人不得而梦见诸而相佛观要来即我一诸百观诸学之门我一重要之具恭敬供养彼是尊，要是有力光如来有望而相诸不具相皆吸引我不认为我有水火道不显现而相识之不让兄弟不舍而去无光有眼我当等不落人之心一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不为觉得觉多多他我请到好最晚一念恭敬彼如来这一切解脱不知满殊是若有尽性善男之善利等等乃至尽去不是因为当一心为佛化身受持境界多无界世界菩萨400彼出250界彼出500界彼所受众佛有为幻不周而具多人传遍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舍善恶趣生活有理等应当传世受于其普罗人之心成立应当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空界处所生之自身困居诸行车幻等见可幻
一根从一般应少并无有为人而去去。20世尊好汉言故我怎样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之事诸佛甚深寻诸般可解了无为心。阿难白言他的世尊，我以如来所说其经不胜意，所以这一切如来神意也无不尽。世尊之日月论可令多多妙法三王可是群同诸佛所。无有一言世尊有诸众生心但不及闻受诸佛甚深寻。作是是为天可安天要是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因我而所供的神力有此不行方生为第一常言是可以和多诸而其流转无我告阿难是诸有经我问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一好自心受持不生疑我多而其者无有是诸阿难之是诸佛甚深所行可行皆无尽人所当知皆是如来为利阿难一切声闻不知即为能力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是行皆为出一生所悉菩萨阿难本身难得以上好中心尽尊重一难得闻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如来一是阿难亦有是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和无量三迦旁天无量光大焰波罗蜜揭罗力揭于而光说皆可速尽彼我须愿三教方便无有尽。而是种种有一菩萨摩诃萨一切九多集从多集遍堪有见有悉作定其中而当而拜我愿而是分享我凡是有诸众生为种种万事所困而常病内所不能因此我存甘草见诸方凡事相现父母亲属有自是利己围绕然彼之生活在本处见言我是因其生死之力言我法王之间满足有情有其生生随其所作都最后不尽其数今之所以言我法王而是彼万非问句计算所作随其罪不而诸般之事必令人尽所之事我能为必为一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专顾之经来其真之等全无色须定身凡或有是说彼是得患不在空中应要之间我积其愿我二十一日我30不日我49日第4万岁如从空觉觉之因之三不善业所得果有此真根业后好不乃至平安因不造作诸恶之是故尽行善男之善令人等皆应受之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水力所能恭敬供养而是阿难问九头菩萨言善男之应可恭敬供养彼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须名观德不应可造九头菩萨言大德若有病而已多病但为其人其日其夜所持法本在皆因一时即一自己随力所派供养地诸分作业有是礼拜行
供养第四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菩萨至今49天49等大地如来形象齐聚一相见而自己等一等阿耨智轮在49日光明普照大无量台湾堂49等受光光大悲众生之49个而我不为何子不为诸汉为所知不知爱我他比例观定往等灾难即是所谓的终极避难阿婆尽彼世间万迷难行数变坏难日夜过世难归是公义过世不义难理察地理观定往等而是因一切有情其实非虚实主虚地一切所受供养之供养必是对药师琉璃光如来上根基必如来本愿必不引起过界及而安于同一顺之不加成一切有情不变幻而一切过无有报而要差本身恼有情的一切而相对是缘梦而差比例观定观所并则理不并自在界的真理阿难若地我为主持地观之大乘不强中观开于百观以数为病所不及地而一因造于无色身观难而其名望诸神三康生化少众并相并得出一种难解而是阿难问九头菩萨言三难之因可以尽之而得真理九头菩萨言大德如其不问如来所有九恨事是无见高习令万等求助无得以修护尽其寿命不尽不能阿难问言九恨因九头菩萨言我诸有情得命随情难无疑要尽看命生不一所以为药师不应是而变本是所谓夫解脱外道要内只是妄说空心不知空不为地佛萨种种众生地多不知万缘起起无有一起眼眼中不能得一次离佛心切奥虽必看是无一体无有出其事并除恨二者恨别往化之所主三者天天虚虚三面十九万里无本为慧能多其尽其事则恒为我们不则恒为水有则恒为种种而受所伴其则恒过善法法则恒为毒药也做诸其事为本之所种派就则即可所本不得已而变恨事是为如来也所恨事有此九种其意无有无量处然而今所不知阿难地言佛望诸令世界名记之我诸有情不下无离佛如上外境成他为一心皆变佛法望随对境好而法之事故我今前诸有情感恩早晚万生修灵如不可不他从然而是种种有时而要察大将具在为所谓佛地若大将法则若大将以及若大将安提若大将日利若大将三提若大将因那若大将佛利若大将罗布若大将真他若大将高度若大
凭借罗大将之12要插八将，一个有7件要插，以为剑术同时今生拜佛愿是这我的今的皇后为一的文士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不无能有何举止？我等将衰竭动一心，乃至尽心归我化身是当呵护一切有情，为他予以道义安乐随意后的真诚，我欲奉献你。我拥有不知尽佛不所赐，要是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着我的真主，为我是人皆是邪，一切不满足有眼就悉令满足，我有饥饿就度脱这一言不诵此经一无舍利解我名字的路也。南无世界的世世尊赞主要插大将，三在八要插将，不等天宝世尊要是琉璃光如来安乐，常应无始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尔时阿难爱佛言世尊，当何因此法门？我的因何容之？我怕阿难此法门因所有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光德一律所示二神将大利有境界愿神，一并发出一切业障，应如是此时佛切凡说是一切诸菩萨我恒沙及大神问佛万大乘婆罗门即是天龙要照见他不告诉罗戒如途径佛摩诃切人为人，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闻。心受空心有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尽有是佛言受万光应随愿谈常推心救苦降吉祥别难消灾常推中等30罪业具无所愿常吉心高照不等不离方安看推心高照红人观报安康有是如来琉璃光眼望庄严不等闻闻愿力有情可随所求见不随南无东方尽琉璃世界消灾愿所要事南无消灾愿所要事婆南无消灾愿所要事南无消灾愿所要事婆南无日光天照菩萨南无日光天照菩南无日光天照菩萨南无夜光天照菩萨南无夜光天照菩萨南无夜光天照菩萨南无观切法地毗沙僧祇卢毗琉璃我南无何那舍愿安他觉多我南无毗三藐三菩提耶那尊他安毗沙僧毗沙毗沙舍三摩揭毗沙诃南无观切法地毗沙僧祇卢毗琉璃我南无何那舍愿安他觉多我南无毗三藐三菩提耶观世他安毗沙舍毗沙舍毗沙三摩揭毗沙诃南无观切法毗沙舍祇卢毗琉璃我南无何那舍愿安他觉多我南无毗三藐三菩提耶观世他安毗沙舍毗沙舍毗沙僧三摩揭毗沙这了都是任何人是心地力化全成具对我追求世界要是佛要是消灾延寿要是佛随喜梵天要是这了都是任何是心地力化全成具对我追求世界要是佛要是佛消灾延寿要是随心满眼要是佛了都是愿佛是心地力化全成具对我成就解要是佛消灾延寿要是佛随心满眼
要是我自归头，他也从一切大无上心，只为还但愿众生深入经藏，只为无他，只为一生发愿众生，从一大众，人切无爱何来生中大成常住三宝，大成常住三宝，大成常住三宝。健康好友啊，连友师兄自己可以坐下哦。月满间，喜见心宝在虚量中洒界，仰拜十方上宝。万海刹令国王一切神圣真，为言不为本是言力，将领道场真明功德具有尘世小见，报答亲恩就义。台北市第一殡仪馆官位陈无名警示，修建头七功德道场已经诵经一次，东灯有一丝一对，我佛今年足下评选，大愿经中复垂。不以佛自喜来恒，以慈悲自莲花流动作，王朝不是资本，一在彼岸超生西藏经中妙境也有一丝天下。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板桥区，庄敬路220巷50号3楼，地方记住蒙佛修业，报答亲恩仅有仰上报恩，孝子文昌孝喜成运书作，孝子你成曾比千亿及孝子你也言会小外甥喜小外甥你也言会，也必会小外甥喜过修见及所有灵验善事言有中的自信南无中天调意释迦牟尼文陀，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观音狮子莲池海会诸佛诸大菩萨，各报今年
佛家。言说万德之光，不见先前中的一尘，只肯共动情志。即自无为亡国三宝弟子，成无灭以为戒律。天命生于民国29年11月24日，大写末义107年正月27日别世，家眷中等千年，夜海茫茫，长夜茫茫。王者其实以来为不生成不平佛力加庇，南无超生之路是已经23日9日。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期间，往昔神年功德道场中等供送，要是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尽全部尽为，加持往生神咒，如上初心转身回向，成无灭即是当持了义度不退避。不言言情中情现，佛度照目情眼永掌恩，根气阴曹阳台春望两地阳间地基子孙长子，往往富贵福兴隆，求其成就。万数机场经书上问是为谁知？无系列。正月23日，修在报恩弟子，称无灭所有阳上家眷小眷中的一层求是一对好。绿色，他是好，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对，这个第10页。哦。第10页倒数最后一行哦。愿知海为我菩萨，愿知海为我菩萨，愿知海为我菩萨。是我问题，是我在社会中提出的功德，愿与那弥陀神千250句，却是大罗汉中所知是转舍利佛摩诃摩揭念摩诃迦舍摩诃迦檀愿摩诃居士努力我陀利盘陀揭南陀阿曼陀罗罗教曼罗毗毗陀卢婆罗迦利摩尼摩诃揭毗我具有阿廖罗。如是等诸大弟子地诸菩萨摩诃，闻说是利华王之阿逸多菩萨，觉多诃提菩萨，常精具菩萨，亦如是等诸大菩萨，具是体观音，无量诸天大众具本是佛道场大舍利佛。
是西方各是万一魔徒有世界名业绩。具足有佛阿弥陀，具现在所化色离母，具足后不名为极乐，具过众生无有众。感受诸人无定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中南顺，其中罗网，其中行数具是十方周遭围绕，是故地佛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八八方得水充满其中。因经上不敌是天界大军，因有力波力特去上有可以运行，有力波力特去制作马二元是之是庄严化大度者论颜色金光黄色黄光是色之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色离魔极乐国土成有如是功德庄严有舍离魔离魔国土常作地黄金为地作业有是云天满头罗马具土方常于群坛各一一个成功有万高用塔黄是万年后具具是万道万国万事尽心舍离魔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如是佛比佛佛有从中奇妙大舍子妙白鹤方却也如是家里并且奉名之妙是诸中妙周也有是诸和雅音其经言参不更如力其不提分八圣道文如是等其诸众生闻是一切须言后言八点三舍离魔不无为之了是最高所以真和彼魔国土不善恶道舍离魔其魔国土上不恶道之地何况有是诸众妙皆是阿弥陀于变化于现有变化所作舍离魔彼魔国土为王最高诸法行数其宝罗王处为妙音毗卢白旋王是具多闻是语之自然皆生天佛莲法莲生之须舍离魔须摩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离魔于无于阿弥陀阿弥阿弥陀舍离魔离魔光明无量大十方光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离魔离魔所立及其人力无量无边阿僧祇见故离阿弥陀舍利魔，阿弥陀佛成佛于爱于尽世界有舍利魔，离魔有无量无边声闻听世界阿罗汉，每世随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应无如是舍利魔，离魔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魔，极乐国土众生生的即是阿弥法师其中多有一生不足其数生可会是顺数所能知之等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所离魔众生闻者应当发愿见生彼国舍利者得以如是诸上生人具为于诸舍利魔不可以少三更不得因缘得生彼国舍利魔佛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自此名考多一日多二日多三日多四日多五日多六日多七日一心不乱其根平平常阿弥陀佛一度生众现在其间世人同时心不颠倒极乐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魔我见是地不说是愿多有众生闻是说应当发愿现行舍利魔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佛法里有二处离魔须弥相摩诃须弥佛须弥光摩妙音如是赞叹可少数诸佛可以其可诸方上师兄天佛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愿各人众生当须是真正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决定舍利魔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名闻光罗大愿
须弥干火无量具体摩如是等等和沙数度摩可以及诸方他才相片或三界大千世界所成实愿不分等，当须是称赞不可思议等，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希望世界有无量寿魔无量相无量光魔大光魔大比魔方向和净光魔如是等等和沙数度可以去过诸方常识相片或三界大千世界所成实愿如等众生当须是称赞不可思议等，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非望世界有眼见或随身离或来去或离身或亡命或如是等等和沙数度或可以去过诸方常识相片或三界大千世界所成实愿如等众生当须是称赞不可思议等，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非望世界有世子或病闻或病亡大魔或化创或智魔或如是等等和沙数度或可以去过诸方常识相片或三界大千世界所成实愿如等众生当须是称赞不可思议等，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三观世界有梵语或修法或相赞或相观或大愿见或在舍法华愿成或说罗苏王或法华德或见一切离魔如须弥山或如是等等和沙数度或可以去过诸方常识相片或三界大千世界所成实愿如等众生当须是称赞不可思议等，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离魔于云何不名为一切诸魔守护定金色离魔，都有三坛之三地人闻是经受者的地闻诸魔名，是诸三男之三女人皆为一切诸魔之守护，觉他不退转于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色离魔不能觉当须受我。其诸魔所摄离魔，都有人欲法愿、尽法愿、当法愿，一切阿弥陀佛，或者是诸人等觉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离魔不若离身多聚身多当身是故色离魔，诸三男之三女人若有行者应当法愿生彼国土舍离魔，如我今者称赞诸魔不可思议功德，其诸佛等以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愿释迦牟尼。人为生来须有诸事等力所过过普不作恶世界作罪作烦恼作众生作病作众得阿弥陀罗三藐三为诸众生所持一切世间来须知我舍离我当知我欲无作恶事行之难是得阿弥陀罗三藐三为一切世间所持难须知我是为生来我所持定舍离我居住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我所说万须行所作利乐具我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神经度脱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佛耶多地耶他阿弥利陀佛阿弥利陀悉达多比阿弥利陀毗迦南提阿弥利陀毗迦南多切依地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佛耶多地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达多比阿弥利陀毗迦南提阿弥利陀毗迦南多切依地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佛耶多地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达多比阿弥利陀毗迦南提阿弥利陀毗迦南多切弥利切切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萨瓦南那耶多我的真谛来三不来三不来哈南无萨瓦南那耶多我的真谛来三不来三不来哈南无萨瓦南那耶多我的真谛
来生本来生本来后，南无梭罗多耶，南无多耶，南无他们梭罗梭罗。本来梭罗本来梭罗萨婆诃，南无梭罗多耶，南无多耶，南无他们梭罗梭罗。本来梭罗本来梭罗萨婆诃，南无梭罗多耶，南无多耶。南无他们梭罗梭罗，本来梭罗本来梭罗萨婆诃，阿耶罗萨婆诃，我日乃吽，阿耶罗萨婆诃，我日乃吽，阿耶罗萨婆诃，我日乃吽。最后可以请常贵、恭请诸法和尚、本念法师慈悲开示。为善变心而万理之，细心生而诸佛现，此报三宝弟子成父美，其实当初经中彬彬教导，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乃是娑婆世间人来到这里的一起自报。所以无人所爱，又无人能免。所以诸佛菩萨以慈悲愿力，降到人世间，开示悟入佛之见，说种种诸法，对除人种种诸烦恼，亦让人放下世间种种诸挂碍。得以以清净之念往生西方极乐佛国，在生之际，既然归陀三宝，在道场广修福慧，今世舍报，此时不归，更待何时？即是所谓人生在世学佛弟子，念得弥陀佛千万句，诵的经文百千部，无非是要求临命终时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愿你放下妄言。此刻当细思维，执着挂碍生死轮回之因，加捐众等，即此一其之报，即是让你三世流转之因。我情我爱我执，我所妄言，无有出期。今日将这个杂乱之心归陀在一句弥陀佛圣号之上，如一颗明珠，所以浊水之中。所以愿你以念佛之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勿让你多生以来修行之功恨，福增来世之福报。在你舍报之后，你的家眷以及连佛众等，清晨在侧，为你称念阿弥陀佛圣号，换取你往生之意念。又在今日，你的色身即将告别尘烟之时，众等在奇迹一旁，为你诵经给的所及之善因缘，为你投入弥陀大愿海之中。愿在弥陀40有8之大愿力，让你称弥陀佛圣号脱苦轮，让你一个清净之善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升。愿今日所及功德，为你成就佛果菩提。也愿今日以诵药师经不可思议之功德，如来本愿功德力，消灾延寿不可思量之大愿力，来摄受你的家眷以及今日的与会来宾众等，个个逢三宝恩光，身康体态，
善业成就，望得以吉祥自在，而愿你以此经作功德以及阿弥陀佛之愿力，众等虔诚念佛痴心以及家眷众等，欲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决心，让你能引起功德往生彼国。阿菩萨，一其生命已尽，即是所谓的杀佛眼镜之时，正是莲花上品开之际，所以愿以所及之因缘，让你沾领经作功德及扬上报恩，孝见众德的孝心，以及与会来宾的祝福之下，得到西方去。莲花果开，花开无色叶，叶叶皆无来。
大众请起，向上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家属自称礼谢法师，向法师顶礼一问讯。阿弥陀佛，佛事圆满，大众请坐。我们恭送法师。阿弥陀佛。来，我们现在大众将课诵本收起来，谢谢你们。来，我们家属赞回刚刚前面拿领席，来宾亲友请坐。来，咱这亲朋好友连友，大家请坐。庄严的佛事，由法师甲咱全家大众来圆满。即马咱准备要进行公祭，来，即马恁翁仔某、囡仔徛着面向内边，来面向咱外口内边。
感谢今仔日来到会场，咱所有的亲情、咱各位朋友，甲咱所有共同收听的朋友，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咱这个护理技术一生善良来学佛。刚才我听咱蔡师兄一个讲，咱这个技术是一个真发心的菩萨，伊拢来甲人做这个道路结缘。我相信伊做的这个道路，咱大家食到拢感觉这是伊真心用心，无服务者做的一个美味的物件。一生当中，伊学佛了后，真正来学习，也嘛是来食素。所以讲，在这个晚年，伊的往生的时阵是面目安详，身体柔软。其实学佛是为着啥？为着要互咱心清净，为着要互咱知影讲，咱有一天无常来的时阵，咱要去倒位啊？如今咧，咱这位自上的长者已经人生圆满。感谢各位这段期间对着因规家遐的关心安慰，今仔日又搁专工来为伊举行遮尼重要的佛事，家属家者心内真感恩，家者以12万分祝福的心，祝福大家平安顺遂大影响，搁一次叫贵宾行礼感谢恁，行到倒来答礼为公祭分做2部分，首先团体公祭。公祭单位写公祭单，各个来宾邀请大家头前来行礼。礼请仍然所需北一区助念团，跟主祭者将用贵师兄顺领咱北一区国念佛会莲友该就位上香。献花，仍然全是北一区助念团，将用贵师兄率领着北一区所有念佛会莲友，向咱菩萨行3问讯的1问讯，再问讯。3问讯，家属答礼阿弥陀佛，感恩咱所有念佛会莲友，福慧增长。来，还阁有来到遮要公祭，还未拜贵宾无？咱请大家做伙拢来中这边遮，咱做一次来甲行礼。咱来到地要公祭，还未拜遮贵宾好朋友。咱做一届拢来到中这边遮，咱同齐来行礼。上香爱接香献花爱。全体好友一同，定情意吉祥，再吉祥，3吉祥，家属感谢，感谢咱这贵宾好朋友来恁请坐。在咱会场所有的至亲，甲咱所有的莲友贵宾的祝福声中，咱富美技术的类似个别会到遮就要圆满咯。所以咱一阮大家整理遮会场了后，咱就准备要发印，来咱家属先休困一下，阮整理遮会场。在咱拜道顶悬遮落摆遮个饼干，咱遮个水果，咱遮个芳花，咱要当先甲整理甲收起来。来，咱这个拜道顶悬的这个饼干，水果，咱这个青花，咱会当先甲收起来咯。
也有这个破穿鞋。来，咱遮拜会这个物啊吼，咱祈祷食平安。没谁动谁动。也不要点了。这影响怎样？二边那边呀。